镜周刊报道，小薰遭曝介入郑人硕婚姻，矢口否认传闻。日前接受媒体专访，大方赞扬郑人硕的好。过程中，被记者问到，如果对方狂追，是有可能的吗？小薰则回应要看是怎么追法，也没排斥，还说若与男友达成共识，不排除公开恋情。看来小薰已做好准备，就等郑人硕出击了。本刊之前才爆出小薰跟郑人硕不但热爱同车，而且郑人硕的前妻还在 IG 公开咒骂他。不过这并不减损这对疑似婚外暧昧的韩丹爆红组合。根据本刊马法达的2019星座大预言，双鱼座的小薰，今年是情感狂飙动荡之年，在情感冲击最大的星座，爱情的故事若没有可歌可泣，也肯定绝不平淡无奇。预言完全命中呐！而且马法达还说，今年在爱情面前变得世俗，显得疲惫，要到年底才能把心释出，就来等着年底验收咯。王大陆当年曾以鲜肉之姿拉扯已婚女岛纯玉珊上过周刊封面，如今两人依旧黏在一起，拍的新作还叫一吻定情，呵呵。双子座的他，马法达提醒，今年吉人脉效应快速窜起，而且美满良缘已至，幸福配额加倍奉上。延伸阅读。